幼儿园的运动场人有够侪，大人是大包小包要接囡仔转去，才开学第3天尔，就宣布要停课14天，大家拢感觉真无奈。有没有很吓到啊？当然了，蛮麻烦的。当心，家里同弟兄就带囡仔上。手算啊，只能陪他们在家里。让他们在家。运动场变成采检站，囡仔搁较惊，嘛都爱忍耐，因为有学生确诊，昨确诊的行径暗号19763。甲伊带做伙的孙仔采检嘛是阳性，伊所读的交友幼稚园嘛紧急停课14天，学校331个师生拢爱进行采检。请幼儿园停园停课，进行全员采检。那采检的结果，我们下午3点再为大家说明。病毒敢会搁进入社区，逐步拢真要紧，因为疫情有较回，同行防疫嘛有宣布新的规定，加严版本比如说座位减半。这个卡拉 OK 的停止使用，这些就恢复到中央的规定。餐厅位免搁减一半，这互生意人松一口气。消息对我们餐饮业来讲，应该也是一个好消息啦。不过我们餐饮业还是不能放松，我们还是会配合政府。疫情还未完全退散，防疫规定人人拢要遵守，安尼才会当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